紧的啊，创啥？毋是讲要登录，看较紧的好无？好啊，听我朋友甲恁讲，这是一个登录的开场。那做老师的呢？这老师敢是会使的？啥都爱登录。因为我就是还蛮讲话啊，但是我真实在。想要登录，因为咱即马有活动，有一个礼物要送互大家，所以这个时阵大家紧赶。嘿，来，你来讲一下，咱这是啥物活动要送礼物？这个活动吼，就是阮台语台今年的红包乐啊，有这个送红包乐的活动。红包乐有这个送红包乐的活动，你先讲啥？你讲一遍。无要紧，我要甲这加一句。咱的好听就是这个好听这个所在，你知无？今年也莫歹势啊！怀疑重点就是要请大家开嘴讲台语。开嘴讲台语是要讲啥对，呢？要讲阮今年红包乐啊顶悬的祝福的话，对，祝福的话是无？嘿，来是倒三句，咱一人一句好无？好啊。一句我会晓，这句我会晓。今仔好运抢滚，马六十只活跳跳，马六十只活跳跳吼。嘿，来上尾一个你需要来，你念一个。你敢无需要？我18岁啊，你给我一回，你敢需要？好，马上回春，水当当，水当当啦吼，你若是要录港 Q 嘛是会使的哦。阿凯有听到无？水当当就是咧讲你哦吼。我直接要点名，我要点名咱的网友来参加，绝对爱。对，迄有咧阿凯的听友无？咱去叫阿凯来录。而且这个活动的方式就是凊彩讲一句，用这录音的方式传来去咱台语台的表单内底。对，啊，表单伫倒位？来，你来看阮的 IG 也是面册面顶拢有。无毋对，而且大家爱斟酌注意咱的活动时间，噔噔噔，到1月29。猫，啥物啦？你讲狗啊？饭店进前，饭店进前吼，23:59安尼，无毋对，够紧张的啦。啊，若压线要安怎？饭店该使互我参加，你着莫压线问遐济。挑的毋是我，因为毋是阮对啊，阮无法度甲你放水哈。无法度。重点是听讲有3个节目参加对无？嘿啊，咱其中一台还佫有啥？咱佫有迄现代嘛，现代嘛呀，嘿，还佫有啥？啊佫阿迪，阿迪是无嘿？3个节目内底3个听众要来拼这个红包乐啊！听起来是一个比赛呢。嘿啊，阿迪啊，我直接甲你下证书啦。好，阮的听众会比你较济。毋是，阮的听众来参加比你较济。听众朋友哈，我新买听众朋友哈，迄个什物死网友的铁粉哈，迄个什物有什物村的迄个哈，有啊有啊，啊佫有迄个红什物锦的哈，啊佫有迄油的老母啊，公山的一家伙啊，公啊，啊佫有咱这个大夫啊，美国搬去加拿大的大夫啊，你拢应该叫我点名对啊，咱台语台办的节目毋通安尼写死写情啊。人阮闹开啊！对啊，台语台的听友若比别人较少，我你讲传出去笑死人啦！有影。哎哟，虽然讲我袂甲别人讲啦，我嘛是对过来讲啊，阮台语台但是拜托，毋通互阮无人参加好不好？嘿啦，这样趣味的活动，有送恁红包乐啊，内底无钱。你若抽到，我送你1箍，多谢你哦。你嘛爱捐1箍呢？好，一人捐1包好不好？好，好，听众朋友啊，你若是有兴趣，紧来参加哦。就算讲你是用手机啊录啊，还是用什么有诶无诶哇，只要是录音拢会使，听清楚就好啊。还佫有一个重点，就是每一个人限定参加一届。哦，啊，我有3个囡仔，我会使参加3届无？会使。哦，我有3个名，得使3届啊。嘿，而且你会当去另外2个节目哈，甲因斗学的吼。嘿，迄个有3个囡仔的哈，2波妈、3波妈。你2个囡仔去参加阿弟啊，甲迄现代妈因迄边，啊，你本人来参加阮这边。啊，迄油啊吼，你有3个恐龙吼。你知影我意思啦？你知影我意思啦？哦，听众朋友，我就讲到这哈。咱这个登录的开场虽然讲是出差系列，但是咱嘛是活动照办，话嘛是爱照讲。嘿，所以阮即马登录这个开场，希望恁听了会介意。啊，阮真正的开场嘛，最好就伫咧 NG 恁去后壁听，上后尾会记听哦。好，安尼就互咱继续听落去。大家好，这是公司台语台开拍节目，来听我白边，来节目会透过对话来小解一寡生活上会讲对台语词，还佫有甲观众朋友写批用台语念出来。咱来欢迎今仔日的出名人，欢迎。好，大家好。
大家你各位学问啊是吗？来啦，介绍一下啦，你什么名啊？讲一下啊。我大家拢叫我飞հիմ啦，飞հիմ啊，对հիմ的就对啊啦。对，հիմ的。大家好，我是怡静，我是叫我阿静啊就好。阿静啊啦，阿静啊阿հիմ甲阿静啊，伊是一个双人的团体哦。啊，你若是咧创啥？你来甲大家讲啊，小可介绍一下啊。我先讲，莫歹势啦。我伫台南开一间健身房啊，叫做熊熊举起体能工作室啊，哦，就是伫台南教机动的举教练，一般的人的肌力体能训练安尼。哦，就是做金马训练的就对啊。对，做金马训练的。哦，啊，金马训练囡仔、老人拢会使对无？对，囡仔老人拢会使，尤其是老人啊，因为对即马就是对，超高龄化社会嘛，年岁大爱筋肉就会豆豆流失。对，啊，骨质疏松啊，这些问题，透过金马训练来改善。哦，请问恁两位敢拢是在地的台南人啊？偏向是伫厝里到伫甲恁讲台语啊？我毋是在地，我是高雄人啊。哦，你高雄对啊，的哦我细汉伫高雄住到高中啊，对。啊，就大学就离开啊嘛，后来阵较搁来台南做教练安尼。哦，是安怎反背阮高雄啊？离开高雄的原因，对啊，阮高雄倒位对不起你，你甲我讲啊。无啦，就是台南物件较好食啦。哦，哎呀，卖的你有听到无？哎呀卖的手足水的，我嘛是甲伊讲一遍。迄当阵就拄好有一个台南的头家，对伊开一间新的大间的健身房，哦，拄好有教机动，奥林匹克的机动，哦这甲一般的金马训练无共款，迄是专业的，做抓举、做顶举的，嘿所以就需要我的专长帮伊教学生啊，所以我就搬来台南是啊。迄当阵，所以就是甲你学来的对了。对，算是做安尼。歹学的，做歹学的，那做大力的对了。就开始教练的工课安尼。哦，来阿静啊，换你啊，哦，阿静啊，我是台南人，对。阮爸爸妈妈拢是台南人，在地，啊，足惊的，咱足惊的。听没有？我恁讲，今仔日吼，互管理因的即个工作室内底，你闭门有了，对，伊个铁门闹乱，我足惊的，我怎走袂出去呢？看无人，救无声啦。真正。袂当做歹代志。对，阮头人有讲迄种六代是台南人的人，较是台南人。大哦，太摇摆啊！我有听过这个讲法。摇摆啥？阮是六代拢啥啦？对，讲六代拢是台南人，较是正统的台南人。请问即个正统的台南人有啥物无共款？我毋知影，地图炮五代甲六代有啥物差？我嘛毋知影，我是有地听过图炮这个。战争啊！啊，你几个代？你几阮兜有六代，伊就六代，伊拄则甲你唱。呛声，讲伊正港的台南。对，你这家己来的头一代啦。哦，我第一代。对啊，我都要生，我看继续拍拼。啊，我嘛是拢伫台南出世，台南做工课，台南读大学，哇，拢无离开过台南，足恐怖的，足恐怖。到底是偌爱台南安尼？根本想要知影你后礼拜你就莫去外口的世界。屏东哦，你莫去屏东，我掠着你去屏东。真起来，阮就是要看这啦，这是阮想要看的效果。对。哎，请问啥喏？恁会想要开始用台语来加入这个工课咧？其实就是阮查某囝出生以后啊，阮某啊就甲我讲，伊想要做一个台语家庭啊。哦，对，恁某是台南人哟。对，伊算讲新营人。诶，你看，咱毋是六代台南人，但是伊硬这台南人甲伊掠落来啊，你知无？我是台南人啦，台南囝使啦。台南囝使啦，我也来台南。原来你伫恁兜是做一个较新妇的角色，我听出来啊啦。你咧讲你的委屈对无？伊妹某你有听到无？因为做过以前，阮有看迄，介绍嘛是公司台语台，就是有一个谁来还债，啥物人来那是公司的那是公司华语台。对，免欢喜啦，公司的哈。有访问一个清大教授，嘛是台湾所的教授。哦，应该是伟文啊啦，我有。对，可能钟伟文。张伟文，对。看迄哦，后生遐尔细汉啊，台语讲啊不了练转，阮就真很新鲜啊。阮嘛想希望讲哦，其实恁会当听到我的台语，就是无遐尔练转。我希望阮的后一辈就是会当甲台语捡转来，啊会当甲阿公阿嬷用台语开讲啊，足欢喜安尼。对。哦，所以才想要开始。甲伊讲台语，尽量就是对。拜六礼拜嘛，带伊去
参加一寡台语的活动，伫咱的专业，伫咱的做工课所在呢，嘛甲一寡台语的词甲伊捡倒来。其实咱健身足侪物件是外来语，因为最近较流行。其实咱差不多100年前，还是80年前，迄庙口咧表演的时阵，咱台湾人都有咧练啊，有咧举石练啊。对，迄当阵都有一寡词，像迄地骹，就是深蹲嘅地骹，迄寡词都已经早都有老先辈伫遐咧用啊。我都想要家捡倒来，佮继续用落传落安尼。哇，厉害啦！精啊咧，精啊本身厝里拢讲台语，毋过嘛是因为去学校了后，拢互华语洗去。我是因为真正嘛是生囝了后，我较继续甲台语捡倒来。为什么想要开始用台语来做工课？其实我感觉是大人较侪了人来健身房，所以其实毋是阮对话时阵，所以毋是恁想要做，是恁去用逼的就对，我听出来啦，听出来哈，一半安尼毋是家己想的啦，安尼做好，毋是家己想要做，无啦，因来拢是去用逼的啦，我听出来啊，莫个假啊。对啊，所以就是大人来的时阵吼，因就讲，你会当互我用台语开讲，要来一间。对，我感觉因足侪即种大人拢即马来的时阵，阮若是会当他们开讲用台语讲，因为有时阵足奇怪哦，拢会用华语甲阮回。我想讲，我可拢是用台语来讲啊，你到底是？是我你讲，迄就是老大人因的有一个迷思。你有感觉？就是一个外国人伫咧面头前，就算伊讲华语也讲台语，会感觉讲，sorry，excuse me， 你得安尼甲音乐，你感觉看伊面，伊袂去想讲你的语言，伊早想到迄政治的压力，伊会认为讲，就是若是要练即种较先进的物件，因会转做华语。莫惊，你著继续甲伊讲台语，有一天你甲伊心拍开的时阵，伊会伊甲你讲台语。对，所以我即马咧。含咧上迄种教练课的时阵，我就是拢含因讲台语。囡仔有较少年人嘛是有会晓讲台语的。我开始讲啊，因为用台语会，我可以个试较济，对啊，一直甲伊讲。对。因为即摆少年人拢做歹势，尤其是南部的囡仔较有即个压力。北部的囡仔伊若是想要讲台语，迄路边的阿公阿姨啊、叔叔因拢讲你台语做好诶，伊甲伊开讲哦。但是咱南部的拢讲你的台语做烂呢，莫个讲啊，歹听，你讲华语好听。因为这是阮来出差的时阵啊，就是听到的，因拢是安尼。所以就是其实讲真，北部的人因会较会想要去学，因为因袂晓讲。但是南部其实有迄个环境。不离高语就是因为讲起来ง่着，其实迄是我来讲，迄是南部人的温暖呐。因为伊想讲你莫为着我安尼啦，我你讲你就是伊会配合伊啊。伊虽然较大心，但是伊讲出来话较歹听。对。但是大家话恁讲免惊，加讲一句，加讲两句，台语就袂死啊啦。真的。做温暖的。做温暖，是。要考啊！你要考赛，你两边落来，皮喘。头拄仔讲到即个健身房的名称，熊举起，想要问讲即个名称是安怎来的？这个，讲这熊熊举起来，举当然熊熊举起来，敢有关系？我以早拢甲我要来遮学生啊，讲我伫咧熊熊举起来咧做工课，但是讲你举起来，你啥物举起来？迄当阵我嘛报名的时阵，我无想遐济啊，我就想讲我外号叫做飞行嘛，所以我就有一个行。对，就即马叫我莫用合已经太晚了，已经太。不是你台南，已经太难啦。对啊，台南人这个在用的呢。对啊，所以就叫做熊熊举起安尼。安尼个下你的形，个下你的外号，个有一个台语安尼熊熊举起来。因为伊是咧专门咧教举石练的。举重爱甲物件举起你头壳顶。安尼其实恁的名嘛是一个祝福呢，祝福来遮所有练举重的人拢会当熊熊举起来安尼啦。赞，食泡泡，有一个 echo 对啊，种诶。好，安尼想要请问吼，就是因为阮伫咧网络面顶有看到讲，恁有出即个健身房，定看到即种常用语的花台对照表。
对。敢当甲阮介绍一下当初啥会做这物件？哦，这就是我他们都有讲啊，就是我知影有老先辈因有用。较早有咧对用，，较早就有咧用的一对寡词，即寡词哦，可能都无传落来。即马一寡少年的教练用外来语，用都华语啊都无就用华语甲你编，甲以前的台语的词都完全无关系。所以我想要甲遮的词先捡转来，我就去问遮的老先辈讲，恁细汉咧练的时阵，恁的师傅是安怎甲你讲这个动作叫啥物名？这个部位叫啥？这个器材叫啥物名？对，我就一项甲捡起来，捡起来我就请伊录音嘛，因为我嘛无啥会晓写台落，我就请阿东，阿东啊，阿东，咱迄个阿东是毋？阿东的对，哩阿扣啊，东哩哩扣，就请伊帮我甲台落甲写拼出来拼出来，对。有一寡事敢有甲伊讨论，嘛有讨论，有的事吼，我就感觉即个事，怪怪。对，即个事怪怪，为什么会安尼啊？我就两边拢问，较个知影，因为吼，即个事吼，可能已经收久啊，已经可能即个动作的名已经失传啦，失传中哦，因为有华语入来，所以用华语去用台语去发音，就是真像有的日文是照英文的音来发音嘛。所以就是讲音去走出去就对啦。对。但是已经用惯势，所以我嘛是尊重遮个老先辈，我嘛是甲伊记录落来，对。哦，了解啊。安尼要甲阮介绍一下吧，有啥物事啦？听到没有？你若是听节目的时阵啊，会当来看阮的铺文，阮铺文面顶有甲因做的即个表的相片，放伫咧面顶哈。像我咧教举重的嘛，就是以前时阵就叫牙石练，迄当阵无铁啊，迄当阵啊，佫无铁机、铁心，还是铁饼这种物件，所以拢用石头，其实毋是石头，迄是空骨力，空骨力，南马空用南马空，水泥，对。伊有比两个动作嘛，第一个就是抓举，像这抓举吼，就是华语借来的词，抓举，个登记，佫有一寡动作，像咱即马咧练核心这个棒式，阮叫做捶啊筋，就亲像安尼一支锤啊，有无啊筋里啊，捶啊筋，这袂歹哦，这袂歹，佫有这，有这足长诶，这查甫哦较爱练呢，这少年呢，你比健身房免毋知要练啥，伊练手，练伊的二头筋啊，所以阮就叫手斗相拗。大家拢毋知这个叫手斗，拢知影小腿叫卡斗，其实人叫手斗。华语就是二鸡头弯，二头肌，二头肌弯曲。还有一个健身房的器材，器材有啥物物件，甲大家介绍一下，介绍4、5个。定来看到嘛，哑铃阿玲，听起来是一个人阿玲，壶铃叫做地鼓铃，查某囡仔爱练的地鼓铃，这个人厝里拢有地鼓铃，这就是健身房定咱看到的杠铃加杠片，传统叫做铁心。加铁饼，对，铁饼，像一个饼，就饼到底饼安尼，铁心饼，这是器材的部分安尼，对。佫有真侪张啦，听到朋友啊，恁家己去看啦吼，大家铺文面顶。听讲你的课表顶悬有迄种台语亲子体验的工作坊，想要请问是因为你有甲台语加入去工课，才有这个亲子的课程，敢是？这个台语亲子体能课吼，是我推设的啦。因为家己是戏剧的工作者。对，因为我是咧做戏剧教育的，即个健身房的环境，我嘛感觉讲会当较济爸爸妈妈吼，就是带囡仔做伙来。因为阮健身房有一个理念，个讲吼，因为做者爸母有囡仔了后吼，做无用的，做无用，一个是安尼，一个就是。我无用，做者健身房无可能互你带囡仔来遮，因为遮足危险的。危险嘿，但是迄些物件落落来要收，对啦，因为我感觉讲伊遮物件足重的，我袂当互囡仔。毋过这是安全问题，无问题啦。对。毋过我感觉这个空间就是嘛介大吼，大家即马关伫遮嘛，搞是足大的吼。对。无互关起来感觉啦。对，关起来啦，是会当走。大人会当带因囡仔做伙来遮练身躯，爱放电，对。所以我就开始推设这个
就是即个课程。哦，对对，所以就是用台语，台语就本身阮想要讲的，阮想要推广的。因为我的理念就是我感觉我会用台语教台语，我袂用华语教台语。哦，很真好啊了解了解。对，我个伫课程当中我拢会讲台语。若是比如讲囡仔，足侪爸爸妈妈讲我囡仔听无台语要办啊。我讲无要紧啊，因过来佚佗啊，过来创啥，因知影咱咧做啥物的代志，伊个知影。听久就知影听久就知影，对。而且是嘛，因为恁两个生囝了，特别感觉讲这物件会当有帮助亲子关系，对无？对，有这个需求。对，啊个会当带阮家己的囡仔，家己来听，对嘛？还熟悉别个囡仔，个人互因知影讲对，因为即马逐个人囡仔都做生足少的。对，两个囡仔，对啊，那个是有互这相交流，交流，啊个知影讲，别人的囡仔嘛咧讲台语呢，我讲。对啊，囡仔甲囡仔开讲台语嘛，对，因为囡仔伴会当伫遐讲东讲西，对，嘛较有练习的机会，就好诶。是，因为我即马嘛常常去活动中心有一个迄据点哦，常常受邀请着去演讲，甲去带时大人运动。我嘛尽量爱讲，我嘛尽量讲台语，对，希望着较亲切的安尼啦，对。当然就是我感觉用台语讲吼，互因一个感觉，即个物件哦，毋是恁少年人较咧用的物件，这是咱时大人嘛会使用的，对。带因一寡动作，若是有一寡运动器材，就会当带因咧运动安尼，对。算讲一个开始啊。其实办即个台语的亲子活动，还是时大人的演讲，拢是有一个目标，就是咱会当行出去。毋是踩伫遮等人客来，其实人客会来吼，就是一定拄着什么困难啊，身体有问题，所以就是练到一段时间啊。无一定，可能是医生，还是厝内的人教伊讲，你佫无练，已经袂使，你已经要倒去，对。啊，你这受伤啊，你这骹头有要换人工的关节啊，所以你一定爱即摆来。啊，迄当阵你会当做的动作已经无济啊。收换啦，台南啊，袂讲收换，台湾，嘛是当然，但是不如着趁你即摆身躯还佫好，你会当行，保持。哦，但是预防性医治疗啦，预防性医治疗啦，对。所以咱遮对身体好啦。你看，爸爸妈妈带囡仔来耍，伊嘛开始知影哦，原来健身房是安尼，无像我进前想的哦，遐尼困难。转起甲阿公阿妈讲无？对。规家伙啊，我今仔去摕5公斤的低骨力，阿公阿妈讲哇。你摕起来5公斤呢吼，对。所以算是讲台语这意识了后，加一个想要行出去的机会，还是讲行出去了后，即感觉讲台语爱加深的。我想要知影迄个煎熬。这个煎熬是我感觉是。互相的，互相。你这时阵为着节目效果，你爱讲台语先的啦，阮就是因为台语吼有讲过，无啦讲笑的，互相的对无？对，是互相的。哦，就是咱行的时阵，感觉讲咱会当各做多一项，各做多一项。对。但是我感觉讲，恁伫咧教学的时阵，毋若是去治疗着迄个心情，啊，佮有迄时大人，你甲恁讲台语的时阵，你会慢慢感觉讲，你的台语嘛会进步，对无？对。所以安尼，我想要问讲，恁敢是因为安尼进步的关系，所以才有出现即个雄卫生的即个单元，然后别人伊嘛有咧开 podcast 哦，阮的竞争者，莫个甲介绍，咱会拢走去听。是啊，当初是想要开始做这雄卫生是我迄种，嘛是我的主意啦。对，因为阮个飞行，阮啊个有咱有一个，有一个叫嘉明的，系嘉明教练，阮3个吼，逐礼拜拢会开会。对，啊开会时阵啊，我就想讲。啊，阮逐礼拜因为飞翔，咱会甲阮问一个问题，伊就讲恁顶礼拜咧创啥？就是大家分享讲，咱顶边开会到即礼拜，你中间有做啥物代志？会当分享着你的生活。你讲不是工课代志，是安尼愈有压力咧。你讲问。你讲工课以外的代志。你顶礼拜去倒耍啊？我顶礼拜伫阮兜倒咧困，食饭饲猫啊。啊，你讲5工拢倒咧困饲猫啊，起来做工课，啊，就安尼。你问我嘛差不多，一定啊，你倒咧一
定会录手机啊，录手机有看到啥物好看的，跟我分享一下。我看放假看鸟啊，无啊，放假嘛会当开，你就拍杠，你是姐都拍杠，对一本放假。啊，我是姐都拍杠，好啦好啦，啊互相开讲，对啊分享家己的故事，对对对，啊个开始就是想讲，就是要做节目啊，飞行进前有含伊的一个朋友有开过，哦，有做过 podcast 对啊，啊因这华语的对无？华语一定是华语你毋是阮竞争对手啊？不要紧，啊伊吼做甲冤家，有一定的啊，一定冤家，阮两个拢拍起来呢，真正拍到眠床顶，好啊，就是因为安尼吼飞行个，袂爽啊！我甲你出来做啦。我出即个主意的时阵，伊个啊，无，哦，毋是因哦，呢，你呢弯起来要安怎？我讲袂啊，我嘉明，你甲伊拍起来，谁会赢？嘉明，一定是阮两个输诶。我讲阮两个袂较你冤家啊，阮逐礼怕拜输你啦。对啊，我毋敢互你冤家。对啊，所以我就讲，啊，反正咱拢爱分享咱的生活开讲，啊无过来做即个节目，啊有时阵会访问，比如讲来遮学的学生啊，啊无就讲其他咱熟悉教练，对迄个咧互相交流，因为即马做侪人是讲，你家己练啊袂歹，对，吼啊。你去甲别人介绍的时阵，你嘛，就是你有一个成果了后，别人才知影，做回来咧，我身体有较健康哦。哦，对，所以我就为即个目标，未来佫有较侪即种的节目安尼而且前啊，伫咧内底拢尽量讲台语呢，对，够感动的呐，六代台南人呐，哎呀，我也尽量讲，我也你啊讲尽量讲。华语啊，讲六代台南人是走倒去啦，阿袂六代，是，你会记咧猪头家无？阮伫咧泸州，阮有一个听众，因朋友伫泸州咧开包仔店，包仔店的头家是客家人，伊若是做啥物代志啊，伊拢会去比价。伊讲拜托我客家人呢，伊今若想要做啥物件，伊就讲，伊就会开钱，讲甲开落啦，偌济钱无要紧，我头家人我趁钱，讲客家人走倒去，有够古锥。以后啊，因算来讲六代台南人走去倒。所以我也讲台语，因为安尼个想讲要甲逐礼拜开会内容拢记录起来。但是恁安尼会甲阮共款无？阮变做平常时为虾米要讲的时候讲，等下，莫讲，录音的时阵才讲哦。恁会？袂啊，因为阮袂逐工拢无话通讲啊。哦，其实恁就是台面上的感情就对，我听出来啊。对，我就是一礼拜一摆迄种。哦，迄种关系就对。迄种关系对，阮三个就是即种关系对。哦，一礼拜的情人。哎，是。安尼是拜几约会？拜四个囡仔。拜四的情人就对。是。哦，阮拄则来的时阵，比约的时间较早。阮就伫遐偷看，我想讲奇怪，因四个人坐伫遐呢，是毋是上课啊？啊，佫有一个囡仔，啊，阮就伫边仔偷看，想讲，迄毋知会使入去，无莫甲插好啊，等因开会开了，啊，阮就徛伫外口，啊，毋知咧创啥，结果去互恁看着啊，对吧？对。安尼真趣味呢，因为像阮两个做节目做到后壁，就是要开讲的时阵，拢讲真先莫讲啊，等，节目下起来啊，等节目时阵才讲，若无迄好笑的物件会无去呢。哦，对啦，对。有当时要分享的时阵，感觉讲，这生活甲工课完全结合伫同一个所在嘛是无啥好呢。对啊，毋过因为阮平常时的工课是教练啦，所以就是开讲的时阵就真正用心咧开讲。哇，已经是咧讲咱无用心吼，听众节目就到遮哈，多谢大家哈。等下甲钱扣掉啊，微掉，莫有因签嘛。啊，但是恁开讲的时阵，敢会去讲着，譬如讲我这个学生安怎，你迄个学生安怎，拄着什么困难啊，互相会使安怎斗相共。拢会。这个学生拄着什么问题？可能是情绪的，可能是身体的，阮嘛有合作的心理咨询师。就变做讲，伊伫练的时阵，譬如讲，我知，像我骹长去过，我过来要做迄个动作，我拢会惊，还是创啥？你得安排迄个开讲，甲我这个心中这 PTSD 解化解起来先。你两个朋友拢知呢，后边的 PTSD 有够济，消济。阮公司门骹有一个树啊，下骹遐个后边骹长去的所在，爱使去遐长骹，啊后边就送你一个签名。鸟啊！我们是送鸟啊！会来送你一张乌领的大纸，乱讲。跟乱讲，家己去生。啊，你若是迄坐飞轮机吼，拄迄投影机场飞起哩看落去，迄拢是白变因兜的土地。你甲迄一张相啊寄来嘛是，会使对嘛是会使领一张白变的，白变签名对，伊问你讲真正的，你甲伊印啊，真的啦，这阮大个咧，你毋知影？我靠，阮大个食穿，门莫开啊！你甲伊拔去啊！你讲桃园即个地甲我话来，我是讲，阮来台南出差即个阶段差不多有7
49个人知影讲桃园机场飞起来，迄土地拢都是伊倒的。我看到人拢咧讲即句话。够恐怖。好啦，所以来是上重要的工商服务时间，简简甲大家介绍一下恁的名册啊、卖奖啊，还有恁最近的课程啊，还有恁的活动。名册甲 IG 就是搜寻熊熊举起，հիմհիմ压起来压起来，对。虽然叫做熊，应该叫հիմհիմ压起来较对。对。内底呢，拢有做者咱的课程啊，嘛有体验课的表单会当写。哦，体验课敢爱钱？体验课毋免钱。体验课免钱，听众朋友、台南的朋友，你有听到无？有免钱的活动哦，紧来参加吼！你迄要你到时阵阮 po 文出去，你甲下骹迄打出来。对呢，请问教练当体验几届？我今日叫后边，我明仔叫小后边。看教练本身啦，基本上是一届啦，但是我一届体验无够，要安怎？那体验第二届啊。哦，真的哦，对啊，拢会使。我丢毒呢，我毋知影讲我呢会使无，我体验的。袂要紧，来啊！你即摆你这么袂用全规的人我袂惊。阮头家做者时间呢，毋是叫用迄行大，对啦，听没有？你毋通来遮甲伊迄行，我来讲，伊到时迄几百公斤甲你举起来，你会惊死！我来讲，重有几600公斤。伊本人几百公斤，真的哦，因咱体能放落，你会走袂去啊。除了我家己教的举重，还有以前教练甲周丽教练教的勇壮妈妈的课，还有嘉宾教练的基础的筋力训练课。哦，还有一个做特别的，就是阮有一个美国人的教练，就是差不多恁看迄周丽的，迄个囡仔的爸爸，迄个囡仔爸爸，迄个囡仔爸爸，对啊，内森教练伊是一个职业的大力士，大力士，你在先甲阮讲华语，大力士 strongman 啊，无讲 strongman 比赛，大家有看过以前咱细汉有个 ESPN 有咧，然后杀飞轮机的。扭飞轮机、扭卡车，我知，抱迄个足大个石头，开力足大的，对啊，还有扭啥物火车，对，还有甲车挖一个坑，伊就甲车安尼两只手安尼卷起来安尼行咯。我知，我有看过，毋是车载人，是人载车。讲下面啦，伊某拢免行路咧，来你甲我拄只歌。我欣赏的啦，伊敢有其他的朋友会使介绍我。伊有迄种大家都会当参加迄种课。我要实在还未结婚的，会使甲我搬来搬去。我家应该拢还未结婚。真的哦，安尼真好。听朋友，你若是还未结婚，是要实在，等甲你搬来搬去。我甲你讲，我跟报名，你捌晓要讲。来，陪啊招者。其实这是我个人的信念啦，就是我感觉台湾爱强哦，就是三项代志，人爱健康、有力，上重要。第二就是有钱。免烦恼生活，做工课以后，我都当做一寡社会参与，对，这有钱嘛。第三个就是爱加生几个，我在人飞行咯，对，就是爱真。阮18、9岁啊，无法度讲这生囝的代志呢。阮老母会生气，阮老母你听这部，你较细致。啊，无就帮人斗顾啦，安尼啦。有啦，你顾阮这个囝。赞。所以我家都有写健康啊，身体勇啊，个家庭幸福第四个的富足，有钱啊，团结啊。哦，厉害呢！这杯啊，真有意义，有你卖？无咧卖，这是我因来送的。我拢会无男朋友、女朋友的学生啊、少年啊，我拢讲，你有需要无？我会当帮你介绍啊。飞行过乐就对啊。对，这个是一间过乐庙。我要搬来台南吗？你以后是毋是要来台南甲我录音啊？你迄啥表情？你讲一下。伊爱大干我爱我啦。我嘛想要来台南。你会当使用。可能小少来台南。啊，到时阵这水厝恁甲会甲我斗吹哈。会使。伊若真想讲先骗来，再个讲。我看出来啊，我看出来啦。啊，阮等下录了，你会放出去啊，天嘛会使大开啦啊。会使，马上看开。头家清新去开。伊等下讲恁无迄行一遍，阮无法度行。哎呀，你会当上体验课。无，我到先买，阮要赶高铁啊。紧收尾，紧走。那呢，今仔日的节目就到这，感谢大家收听。下礼拜请继续收听。出名人，请上门，来请问，多谢大家努力。
阮查某后生出生以后，啊，我就等下查某学生，查某囝，查某囝哦，查某囝，阮查某囝高中比小紧张啊。你无音啥啦？你录音吗？过安尼？因内底哪里开会啊？我先有运动一下，春轮一下啊，安尼中开才会饱。哦，嘛是有道理啦。啊，你要对我运动，好哦，免，你用喙运动就好啊。所以运你要试你的中开，你这时阵来唱一条歌，什么歌？嘛足符合今仔日的来宾的名。符合。对，好什么歌你知影？我比较你看，好就是安尼。咱无录音啊，别人看无，紧唱啊！听上面有要笑去啊！飞飞飞翔，飞飞飞翔，飞翔飞上天。就他妈搞改啦，什么符合啦？符合啊，做符合啊，伊叫飞翔，啊，人是其实是咸呢。飞龙。好好，别讲哈，啊，这样就没有互咱继续跳落去。诶，咱是点名点伤少，哦对咩？你还有迄个啊？阿塞，阿西叫啥个？阿塞，阿西安怎？爱来参加吼。阿西啊，阮调讲肯定 NG 才毋知考试你有咧听无？你若无听，你就在死啊你啊！白白来甲你抢走啊！啊个位啊，米有可，咪有可，黑白白，哦贝贝，偷偷囥去食。啊，伊若无听着要安怎？无要紧，我会加做因做无用的。阿西啊，你无来，你就在死啊！哈，拜拜。